好，我要帮我儿子报户口。你好，我爱老爱来的报户口。你好，我爱老爱来的报户口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一平，恭喜啊！孩子多大了呢？哇，很等一下哦，一平，恭喜啊！啊，去台嘞！哇，很等一下哦，一平，恭喜啊！啊，去台嘞！1个多月了，改2月嘞，改2月嘞！恭喜你哦！财富人丁都兴旺，恭喜你哦！财定两旺，恭喜你哦！财定两旺。还好啊，你们在60天内来登记，不然要被罚300元以上呢。好等一條在60日內來登記，係冇要罰300塊以上呢。好等一條在60日內來登記，係冇要罰300塊以上呢。一平，你看，小孩长得像爸爸一样聪明，像妈妈一样漂亮，像爷爷一样勤奋耶。一平，你呀，我啊，像那聪明，像愛講，像家公都當什麼？一平，你呀，我啊，像那聰明，像愛講，像家公都當什麼？真的嗎？謝謝。有讓麼？是夢？有讓麼？是夢？來，請你填寫這張申請書，名字取好了嗎？來，請你寫一張申請書，名按好嗎？來，請你寫一張申請書，名按好嗎？我們這邊還可以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哎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我條立位還做得了，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，有帶身份證嗎？來，請你寫一張申請書，名按好嗎？我條立位還做得了，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有哦，在這裡，張永志，張永志。有啊，蔡立威，張永志。有啊，蔡立威，張永志。哇，永志笑得多可愛啊！將來一定很聰明。哇，永志笑得很等一下呢，下一拜聽出當聰明。哇，永志笑得很等一下呢，下一拜聽出當聰明。我每天都跟他說好多話哦，每天看着他一天一天長大，我就開心了。我當日都老記講當多話哦，當日讓定記日台，我就歡喜咧。我當日都老記講當多話哦，當日讓定記日台，我就歡喜咧。阿公阿婆一定也很開心吧？阿公阿媽聽操也當歡喜咯，阿公阿媽聽操也當歡喜咯。他們每天一醒來啊，都眉開眼笑，第一件事就是來報永志呢。記得當日一回想就開容笑面，第一件事就是來男人志呢。記得當日一回想就開容笑面，第一件事就是來男人志呢。真好。對了，一平，剛好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在贈送寶貝祈福袋，很好呢。錯啦，一平，俺都好愛到你附近嘅媽祖廟有贈送歐亞嘅祈福台，很好呢。錯啦，一平，俺都好愛到你附近嘅媽祖廟有贈送歐亞嘅祈福台。等等你手續辦完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希望小朋友快快平安長大。等下下你手續辦好，做得求釀一下哦。希望歐亞家家平安為台。
等下下你收拾盘好，做得求娘一下哦。希望我家家家平安为台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是梦，好，是梦。这是最新的户口名簿，规费30元。请问你要顺便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你是最新嘅户口名簿，规费30元元。请问你爱顺啥办理小朋友嘅健保卡吗？你是最新嘅户口名簿，规费30元元。请问你爱顺啥办理小朋友嘅健保卡吗？好啊，麻烦你。好啊，麻烦你哦。好啊，麻烦你哦。请你填写小朋友名字、出生日期，请一下小朋友嘅名、出世嘅日期。请一下小朋友嘅名、出世嘅日期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现在啊，我们都会同步通报健保局，它就会自动加保。小朋友嘅身份证號碼 B123456789，底下我哋會隨時通知健保局，佢就會自動加保小朋友嘅身份證號碼 B123456789，底下我哋會隨時通知健保局。佢就會自動加保。小朋友是跟爸爸投保嗎？沒錯。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嗎？係，冇唔錯。小朋友係聽阿爸投保嗎？係，冇唔錯。好，因為小朋友是第一次辦健保卡，不收費。好，因為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冇收費。好。因為小朋友係第一擺辦健保卡，冇收費。健保局跟我們有跨機關連線，2到3個工作天就會將健保卡寄到你家。健保局老愛都有跨機關連線，有2-3隻工作日就會將健保卡寄到你屋下。健保局老愛都有跨機關連線。有2-3隻工作日就會將健保卡寄到你屋下。請問是要寄到戶籍地址，還是其他通訊地址呢？請問係要寄到戶籍嘅地址，還是其他通訊嘅地址呢？請問係要寄到戶籍嘅地址，還是其他通訊嘅地址呢？哇哦，這麼方便啊！那請你寄到戶籍地址就好。哇，按呢片啊，請寄到戶籍地址就好。哇，按呢片啊，請寄到戶籍地址就好。好的，這邊也有注明小朋友是依附家保，我們資料都傳送出去了。好，你也有注明小朋友係聽阿爸家保，我哋資料都傳送出去咧。好，你也有注明小朋友係聽阿爸家保，我哋資料都傳送出去咧。這裡是健保局的服務專線，以後有什麼狀況，你只要報小朋友的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道了。呢位係健保局嘅服務專線。下一擺有乜嘅狀況，你只愛報小朋友嘅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呢位係健保局嘅服務專線，下一擺有乜嘅狀況，你只愛報小朋友嘅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麻煩你點一下，這裡是生育津貼1萬塊。麻煩你點一下，你係生育津貼1萬元。麻煩你點一下，你係生育津貼1萬元。這邊請你簽名。呢位請你簽名，呢位請你簽名。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样就做得咧，恭喜哦，二萍。好，安样就做得咧，恭喜哦，二萍。